台南有一个伫社福机构食头路的吴小姐，伊指控负责人逐个月拢要求讲，因爱管部分的薪水哦。后来又搁逼伊讲请自愿离职书，倒逼遣散费。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，类似的事件会暂停补助机构来做处分。吴小姐离过时，申诉台南一间社福机构，毋但逼伊签自愿离职书，互伊领无遣散费。在职期间，佫要求伊每个月爱甲家己一部分的薪水管互同事。23立委替伊开记者会，控诉将薪水一部分吐出来是欺负人。当初主任叫我挂主管职，然后领到薪水再给其他员工时，我不知道这是不对的行为。A 社工直接给另外一个社工，这其实是变相的部分，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明白。过去社工薪水常常互要求，爱关岛转去服务机构。后来虽然政府规定禁止，不过高小姐讲，伊逐月除了主管的津贴薪水，爱一部分转互同事，年终奖金嘛就爱管。协助伊申诉的高雄社工工会表示，对去年社工每个月日上少领34916的薪资开始，业者就不断用各种变形的手段，要求一部分的薪水爱吐出来。因近期嘛接过类似的案件。不过相关单位也是无法度封还。回圈的认定确实，我们社福单位、社家属在认定上有困难，但是我们不鼓励，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、不当的一个行为。卫福部代表是表示，类似的案嘛认定无违法，敢若会当用社福补助作业要点，暂停补助机构2档来处理。伫立委的要求之下，劳动部讲，这个案件会协助劳资双方来做协调，也是诉关，强迫签自愿离职书的部分，嘛会阁请台南市政府来调查。记者刘立福凯台北